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叶牧师。11月12日，骄傲者的挽歌，以西结书27章1到36节，金句诗记载在传道书7章8节。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我们今天持续要来看这一位创造主他如何对推罗这个地区他要来责备特别是他请这个我们知道以西结来做一个哀歌。我们从昨天就开始讲到推罗要成为荒场，因为他们在贸易上不公，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伤害别人，神要审判他们我们今天持续要来看这首哀歌，是神借着这样要我们来反省，究竟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推罗的影子。推罗被创造全然美丽，他的团队的资质也很良好，贸易发达，但是最后呢，却是沉浸在海中，不再被人来纪念。所以我们的主他要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美好呢，是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不要忘记我们所拥有的美好事物都是来自于神。我们不要以为了不起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事情这些历史就知道，美丽总是会带来荣耀，但是相对也带来了这个骄傲。推罗他觉得说我是全然美丽的，他便忘记了创造者、创造主，忘记了神创造他的美丽的目的，他忘记了神创造他有一个心意，是要去祝福身边的人，来荣耀这一位上帝。亲爱的大家，我们读到这里，有没有觉得神也要我们警醒呢？神给我们一切的美好，其实为的是要我们可以荣耀上帝，可以对人可以有帮助，使人来认识这一位虽然看不见，但是在我们身上所作为的，就可以知道这一位上帝是慈爱，是公义，是全能，是信实，是一个能够使生命得着翻转的主，是这历史的主宰，他更是要让这全人类一个拯救的计划。所以今天的经文呢，持续要对推罗也是给我们一个反省。我们美丽的这个因由是因为神爱，神让我们站在一个美丽的位置，而这一切的美好用来要做什么？我想我们刚刚也讲得很清楚。那这些不管我们这个硬体或者是这些软体有关的人这个推罗他们的人呢，其实都很优秀的因为这个经文呢，用一个美丽的船来比喻推罗，而这些船里面的不管是这个划桨的啦、掌舵的啦，不管年轻或年少的都是聪明人他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是这一切的都讲到人是多厉害，可是人就是忘了神，忘记这一切恩典都在于神，因为他们骄傲。接下来就说到人忘记神，因为骄傲了。我们看到这个章节里面，以西结他用6个物质来形容描述这个船当然也用6个人力来说明人有多聪明，多么有智慧。但是我们来看看，这一切若不是神，我们真的有了这一切都没用。求神来帮助我们台湾，我们在现在的地理位置上，好像在国际上都注目我们的所谓的这个台积电护国神山。亲爱大家，我们真的不要忘记，我们护国如果没有神，这一位真正有办法的神，我们真的要警惕，有一天
我们会不会走向推罗的这个结局呢？必全归于无有啊！25节到36节，我们真的要仔细来读。人为推罗要举哀痛哭，我们有没有想过，若台湾不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的光景会如何呢？第35节这样说：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面带愁容。也就是当这一切都消失，还能够依靠谁呢？我们的保障在哪里呢？军队吗？国防吗？靠美国吗？靠日本？靠欧洲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来保护我们的美丽宝岛，我们的美丽吗？我相信今天以西结其实是告诉我们台湾，此时此刻这个哀歌也在问我们，台湾的保障在哪里？我有没有将这个荣耀归给神？我会不会因为要体贴肉体或觉得烦恼时就要去冲动？昨天的这个111双11购物节，我们有冲动去买吗？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决定我们所赚得的这一切吗？亲爱大家，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只是这一切，不管钱财，不管是我们的才能，甚至我们的时间，其实都是神的，我们是善尽管理者的责任。愿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我们要与神同行，我们要成为一个谦卑的人。让我们将我们所有一切的一切，包括我们生命时间，都投资在那永恒里。我们的眼目不要注视在我们所拥有，因为这一些都要过去。所以我们常常想，我们所拥有这一切，面对这一切，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是被托付而已？我们要做任何决定，其实是要问一问这所有权上帝，我们才不会得罪神，让神的名真的没有被高举。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上帝啊，求你饶恕我们一切骄傲的罪，求你让我们无论面对你，面对大自然，我们都能够谦卑自己，不让今天骄傲着的挽歌是为我们，为台湾而唱。让我们警醒，醒悟过来，快跑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您，今天定睛在主，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免得我们因为骄傲自夸而忘记他，得罪他。愿我们所做的决定都是神的心意，合神心意。我们明天见。